大家好，我係 iFast 嘅投資顧問 Gordon。咁今日咧想用一條片嘅時間咧，去講一講我哋 iFast 嘅研究團隊對2026年環球股債市場嘅整體睇法啦。咁以前咧做一啲投資嘅配置咧，都相對比而家咧可以話簡單啲啦。咁但係而家嘅股債市場回報咧都冇再咁平均啦。咁投資咧同埋都更講求分散同埋選擇，咁唔再係一味話加大個風險資產去推高回報啦。喺咁嘅環境底下咧，其實2026年點樣去配置投資組合，或者邊幾個 market 咧係值得大家去多加留意嘅咧，先至可以延續到2025年投資組合嘅升勢咧。喺開始之前咧，或者都簡單介紹下我哋 iFast 先啦。咁我哋係一間喺新加坡主板上市嘅投資平台。咁業務咧，除咗喺新加坡之外啦，都遍佈馬來西亞啦、香港、英國同埋中國內地。咁至今咧個資產管理規模咧都超過咗1000億嘅港紙。咁而且跨地區業務啦，加上跨地區嘅研究團隊咧，咁可以為投資者咧提供一個主動型嘅投資組合管理服務。咁上年咧我哋 iFast 嘅管理組合啦，即係 DPMS 咧，都錄得咗超過20% 嘅年度增長，都好似跑贏咗唔少美股嘅年度表現。咁所以之後大家如果想跟隨我哋去緊貼環球市況同埋分析咧，咁記得睇埋落去，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我哋嘅研究團隊認為咧，咁環球經濟啦，現階段都未步入衰退嘅，咁但係增長動力咧就有逐步放緩嘅跡象。咁同時啦，估值啊、政策呢啲主導股市表現嘅不確定性咧，都顯著上升咗。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今年嘅投資理念咧，係將個焦點放翻喺具備內需啦、政策支持同埋結構性優勢嘅市場，咁而唔再係咧單一依賴個別嘅經濟體系啦。咁我哋不如由中國嘅股市講起先啦。咁其實中國股市咧喺2025年已經有一個唔錯嘅反彈啦。咁我哋認為咧，其實中國喺2026年咧都具備繼續走強嘅條件。咁內地嘅科技進程啦，由機械人或者真係講到人工智能嘅語言模型，咁技術咧都有追近美國嘅明顯趨勢。咁或者從估值嘅角度去睇咧，咁中國市場前瞻嘅市盈率大概13倍左右啦，咁依然都係低過歷史嘅平均水平，咁都代表個市場咧並未因為短期嘅反彈咁變得去過分樂觀啦。咁其次咧個政策方向咧都出現咗好明顯嘅轉變啦。咁內地政府都重新肯定科技企業同埋民營企業對經濟增長啊，或者就業對國家競爭力嘅重要性。咁整體嘅環境咧都明顯比幾年前咧具備更大嘅競爭力。當然啦，其實內地經濟依然都面對挑戰嘅。咁好似內需復甦嘅速度都未算話好快啦。而且成日所謂講內卷競爭咧，咁短期而言咧都對一啲盈利可能都構成一啲相應嘅壓力。咁但係同時你都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解讀嘅喎。咁正因為呢一啲激烈嘅競爭咧，咁所以中國企業咧都變得相對高效率，同埋個成本控制能力都加強咗啦，創新速度都相當快。咁例如好似電動車啦、鋰電池、太陽能啊呢啲講求技術創新嘅領域咧，咁都唔少嘅中國企業已經喺全球掌控一個領導嘅地位。咁或者比亞迪、小米呢一啲公司咧，大家相信都唔陌生㗎啦。而且內地嘅企業咧都持續去進軍，例如自動駕駛啦、人工智能應用啦，或者醫藥呢一啲相對對技術要求比較高嘅領域。咁呢一啲咧都支持中國中長期一啲結構性增長嘅重要因素。咁講起中國嘅經濟前景咧，咁相信唔少人都會同時諗起香港㗎啦。咁特別係港股嘅市場啦。咁過去幾年咧，香港嘅市場表現就唔算話好標青啦，都俾唔少嘅投資者可能都忽略咗少少。咁但係我哋嘅研究團隊咧都認為香港咧其實處於一個相對低調咁但係實在嘅復甦過程。而且大家可能舊年都見咧，隔住一段時間冇見嘅港股 IPO 都相對比先前活躍咗啦。咁加上南向資金都持續流入，而且又有旅遊業逐步回復喎。咁呢一啲都係對經濟有實質支持嘅因素。而且考慮到啦，恒生指數本身都係以中資嘅企業為主啦。咁只要中國嘅基本面持續改善咧，咁港股市場自然都可以受惠啦。而轉到去美國嘅市場咧，咁相信唔少嘅投資者咧，舊年嘅倉位可能都偏重喺美股啦，咁都會特別受惠於唔少例如 AI 啦、晶片啊、科技股等等嘅升幅。咁但係升幅過後咧，我哋嘅研究團隊整體對美股嘅睇法啦，會相對比較審慎少少。咁宏觀嚟講咧，其實美國經濟咧仍然都有韌性嘅。咁人工智能相關嘅投資同埋概念啦，都繼續支撐緊大市表現。咁但係整體嘅增長動力咧開始放緩，而且個裂痕啦好似都逐步浮現啦。另外都唔少企業咧開始積極控制成本，咁甚至裁員，而且啦關稅同埋貿易問題咧都仍然係一個比較大嘅潛在風險。
咁雖然講美國經濟咧唔太會一朝一夕就陷入衰退啦，咁但係增長放緩咧可以話係美國經濟現階段最大嘅瓶頸。而且唔少機構嘅投資者啦，或者係啲量化基金策略咧，往往都會從估值去衡量股票嘅買入價值啦。咁美國股市嘅估值咧已經相當高啦，大家可能都知道，標普500指數嘅前瞻市盈率都接近26倍，咁其實都代表市場咧對未來嘅盈利預期咧已經非常之進取。呢一個背景底下咧，我哋都唔建議對美國嘅市場作一個過高嘅配置啦，而反而係傾向低配整體嘅美股配置。咁不過低配美國並唔代表話要低配埋科技啊、人工智能嘅產業嘅喎。咁我哋研究團隊咧仍然係非常重視數碼經濟呢條主導線，特別係我哋都觀察到唔少互聯網啊或者係啲軟件公司咧，其實都逐步將人工智能咧轉化為一啲實際嘅收入，有少少似平時大家講嘅收成期啊。咁或者雲端運算啦、企業軟件、網絡安全呢啲嘅需求咧都持續上升，咁個盈利模式咧都相對越嚟越清晰啦。咁相比之下咧，半導體板塊啦，雖然盈利依舊都強勁啦，咁但係估值上咧已經處於一個較高嘅水平。咁市場基本上咧都定價咗一個近乎完美嘅未來㗎啦。咁任何嘅失誤咧都可能引發一個較大嘅波動。咁所以我哋對互聯網板塊咧咁保持一個比較正面嘅睇法啦。咁但係對半導體嚟講咧，我哋維持相對中性嘅。其實如果想捕捉人工智能產業嘅增長空間咧，其實未必一定要集中喺美國嘅喎。咁亞洲嘅唔同地區，咁特別好似台灣、南韓咧，咁其實都提供咗一個更高性價比嘅選擇。咁好似講起台灣股市咧，咁唔少投資者一定係第一時間諗到台積電㗎啦。呢間公司咧可以話幾乎壟斷咗一啲先進嘅製程啦，而且擴產嘅速度都相當紀律化，咁令到個盈利嘅能見度啊、現金流等等咧都相當穩定啦。咁另一邊廂咧，南韓股市咧都係 AI 熱潮嘅另一大受惠者嚟嘅喎。咁由於環球記憶體嘅市場供應都受限啦，咁 Samsung 或者 SK 海力士咁呢啲韓資嘅記憶體巨企咧，都處於一個有利嘅產業週期。咁相對於美國嘅半導體咧，咁亞洲半導體估值貌似更加合理啦。咁但係個盈利前景咧就冇遜色於美國喎。咁歐洲方面咧，我哋個睇法都比先前會睇得正面啲啦。咁歐洲嘅經濟增長都變得更加平衡啦，好似金融啊、醫療同埋工業板塊咧，其實都有明確嘅盈利催化劑。咁首先歐洲唔少銀行咧，先前嘅財報表現都唔係話特別亮眼，咁但係都因為步入過高息環境啦，拉高咗銀行嘅息差收入，甚至提振到而家減完息之後嘅後續表現。咁或者醫療板塊咧，可能大家都聽過唔少歐洲藥廠手持唔少藥品專利，都意味住未來冇咁快就要減價啦。咁但係當市場對美國政策或者係一啲估值上覺得好不安嘅時候咧，咁歐洲往往就成為咗呢一類資金首選嘅替代市場。而且從估值嘅角度睇咧，咁歐洲都相對比較合理，個盈利增長咧都未被過分去高估。咁至於日本咧，我哋個研究團隊過去一段長時間咧都睇好日股。咁相信大家喺我哋 channel 之前嘅直播咧，可能都聽過㗎啦。咁我哋研究團隊對短中長線咧都見到日股有一啲利好嘅因素。咁日本咧喺經歷咗幾十年長期通縮之後咧，都終於正式步入一個溫和通脹同埋工資上升嘅新階段。咁大家自然都可以預見到啦。咁加咗人工，咁自然消費意欲咧都會有提振，去長遠刺激日本嘅本土經濟。而我哋先前直播提到啦，東正施行咗改革，都對一啲日本嘅上市企業咧有明顯嘅鞭策作用。咁唔少嘅日資企業都出錢回購股票啦，或者提高派息，咁都顯著令到日股嘅市場吸引力咧都拉高唔少。咁或者大家如果想今年進取啲嘅，咁可以睇埋日本嘅中小型股啦，因為佢哋更加會受惠於內需啊、政策刺激同埋企業改革帶嚟嘅正面影響。至於我哋 iFAST 研究團隊嘅債市展望咧，咁我哋認為喺2026年，債券唔再只係一個防守嘅投資工具，咁反而更加似好似股票咁另一個 income source 喎。咁我哋預計咧喺2026年都仲有2至3次減息，咁債息咧或者大家平時講嘅 yield curve 咧，都預計會越嚟越陡峭。而且綜合個 duration risk 同埋收益率嚟睇咧，咁我哋債券團隊認為中年期嘅債券咧係最具吸引力。咁同埋喺 investment grade 同埋 high yield bond 嚟揀咧，咁可以優先揀 investment grade 嘅企業債券。而 high yield bond 咁大家可能就要 selective 少少啦。而且外圍嚟睇啦，都仲處於一個高息環境啦，咁投資級別嘅債券已經可以提供到唔錯嘅收益率，咁冇必要為咗額外多1厘半厘去冒過多嘅信貸風險啊。咁總結嚟講咧，我哋認為喺2026年嘅資產配置方向都可以睇多少少亞洲嘅市場。
咁亞洲股市咧，其實相對美股嚟講有唔錯嘅進場機遇啦。特別係投資者咧，過去可能都重倉美股，咁其實呢一季咧都可以考慮分散配置下，例如中國啦、台灣啦、南韓同埋日本等地嘅股市。咁再配合啲中年期嘅債券去幫你資產做鎖息部署咧，咁就可以保持投資組合嘅靈活同埋波幅可控啦。咁聽咗關於咁多嘅資產部署，咁大家有冇啲方向呢？咁如果都係懶，咁唔想管理啦，咁可以參考翻我哋片頭提到嘅 DPMS， 由跨國嘅研究團隊幫你去 active manage。咁有興趣咧，可以上翻我哋嘅網站啦，或者聯絡翻你哋嘅專屬顧問。咁同埋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啦。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